班长，基本上核对完了，你看一下。账弄完了，这边这个数字也是有变化。这个，对，这个你看了吗？看那个。夏卓、欧阳俊，你们班长喊你。去吧。班长，那去一下。哎，老陈，发没发现，这俩小子不白给。不能马马虎虎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班长啊，发射班底的名单已经确认了，经全连推选，由营党委研究，并报旅党委批准。我担任车长，连邦担任驾驶员，欧阳俊担任通讯号手，夏卓策发控号手。我通讯号手。班长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么多优秀的老兵，这么多家，为什么就是我们？我也不明白啊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弄了这么一个班底。哎，杨班长，你这话说的，整得我们跟等闲之辈似的。好歹你也带过我们，这个时候你应该祝贺和祝福我们。就是因为我带过你们几个新兵，所以算了。既然你们是被选出来的，就证明你们几个还是有点实力的。班长，那这么说，你要按下发射按钮，打出270旅第100枚导弹。夏卓，你的名字会留在旅使馆的荣誉墙上。各位战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面光荣榜前。大家看一下，实弹发射号手名录，我旅从组建至今，1993年至2017年，所有执行发射任务的车组名单就都在这里了。这是一名号手至高无上的荣誉，只要努力拼搏，你们的名字就有机会永远地留在这份名录上。小卓，恭喜啊！谢谢。走，跟我去检查一下发射车辆。等震煤弹检测完毕以后，马上进行吊装，24小时内待命发射。是。走。报告。我上个厕所。1号车库集合。是。喂，气象站吧？啊，未来24小时天气有问题吗？啊，帮我盯着啊，知道了。报告，进。连长。啊，有事吗？连长。啊。关于发射任务，我想跟您沟通一下。有什么沟通的呀？不都宣布了吗？啊，回去吧。小欧阳，哎，我问你，咱们成立战日联目的是什么？人人能驾驶，人人能通讯，人人能发射，人人能当车长，对吧？这平时挺积极向上的，怎么关键时刻害怕了？不，连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跟你没关系。我明白了，没当上策发控号手。心里失落了。连长，说不失落，那是假的。你看哈，谁都知道，策发控号手是最牛的，
对吧？但是呢，一个车组只能有一个侧发弓好手，而且也只有他可以去按那个最后发射的按钮。是。所以连长，我想清楚了。我要退出发射车组。欧阳军啊，虽然你没有成为侧发弓好手，但是呢，你参与了这次实弹发射，哎，你们车组呢，这个集体荣誉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明白，我来到部队就是为了得到荣誉啊，这个目标也从来没有变过。但是，除了最优秀，其他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我也知道，宣读完的命令是不可能改变的，但是我主动退出，这个应该行吧？明白了，啊，不折腾，不闹腾，自己走人。是，我不干一寸惧损的事。连长，您别生气，这都是我自愿的。这次我没能参加发射任务，但我会继续努力，争取下次的机会。小刘，我倒杯热水。连长，我不做了。让你做你就做去。是。你小子啊，有种啊！我呢，也喜欢你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。其实啊，我还准备了一个备份单元。哎，这个车的导弹啊，都是全新的。这个备份单元呀，也要素质过硬，优中选优。原则上，谁先到达阵地，谁先发射导弹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你看啊，过一阵咱们连就要上报体干学员的名单。我希望你能有一次完美的实弹发射。小欧阳啊，你愿不愿意参与备份单元啊？谢谢连长，我可以吗？我提名上报啊，营里批准呢。但欧阳军，到。我命令，即刻起，你就是备份单元，侧发弓后手。是。快点！是。啊，来吧，看看啊，刚刚完成导弹吊装啊，除了郎永成，所有的兵你随便选。我随便选。对，随便选。所有的老兵随便选。这个备份车组，我要求稳，确保发射任务万无一失。征啊，你征！你好歹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呀！你看我这不是正打算征求你意见呢吗？你这是征求吗？你这叫通知！你看你老急，
忙老急呀！哎，有什么事咱慢慢说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的意见不行，不同意。小会儿，哎，坐下说，坐下说啊！来，坐下。来，喝口水啊！不喝。行，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说咱们以前呢重大发射任务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备份单元？对啊。但是以前的备份单元呢，一直在等待机会，对吧？只有等着主车出现问题了，出现重大事故了，备份单元才能上。但是现在我认为不一样，他们是竞争关系，谁先准备好，谁先发射。如果主车先准备好发射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主车，王牌号手，那就是王牌号手。可如果要是备份单元提前准备好发射呢？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不要以为主车就是王者荣耀啊！备份单元很容易成为荣耀王者。这叫啥？这叫竞争机制。有竞争才能更好的挑起他们的积极性。你总说，我这也是根据旅党委抢抓机遇、贴近实战、革柄顶新的要求制定的发射方案。我呢是这么想的啊，来，主车杨万金一个老兵带3个新兵，备份单元呢欧阳俊一个新兵带3个老兵，咱们来一场新老对抗。行，就按你说的。最近要报体干可选名单了，我也想想到底谁合适。这个名单等报的时候咱俩商量呗。不行，不同意。心眼真小，当男人能不能就是大度一点呢？你这……对了，这和营区的通讯刚刚恢复，来了10几个避难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我已经跟他们打完电话了。这个校长老赵不是一个一般人，等任务结束我会给他。小朋友们都听我口令啊！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上6，对，双手并拢。等等，部队有规矩，不让拍照。下面我们进行梯队练习啊！预备，1。对。好，放下。对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通过了1个小时的训练，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战士了啊！挺好，一班长教的真好。老班长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在这儿我都不好意思教他们。这什么话呀？我那是什么时候？对，一班长，我跟你请个假，我着急回乡里去一趟。另外呢，中午饭之前我还得赶回一趟学校。我走的时候我就记不住，我这水呀电都关好了没有？我惦记着。那您吃完饭再走吧。不行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孩子们交给你了啊！好，忙你了。小二，怎么了？说咱不能老在人这儿待着，听我口令，不方便啊！你要赶紧回乡里一趟，我赶紧问问乡里边给咱们预备那临时的房子预备好了没有？要是没有，我就到各个老乡家里边我再转转。不行，让孩子们就住老乡家了。你说呢，梁老师？行，那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不用，你跟小孩把孩子们照顾好就行。把钥匙给我来，车钥匙。给。没油了，要不咱管部队借点油？别胡说八道了，人家部队的物资是有规定的，随便借吗？别一遇到困难就借，伸手伸过来不好。我知道了。一班长，忙着啊。好，再见，老班长。再见。张老师，你小心点。好嘞。慢点啊。合格。确认。
合格。确认。喂，小伙子们，收拾咱们的设备，告诉转运官拉倒站。嗨，同志。什么情况啊？前面塌方了，封路了。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啊！执行任务，执行任务。哎，啊，军民联防，解放军有任务，让我们负责各个山头的联防，以防这个敌特分子来捣乱。部队有行动了？对呀，要不能叫我来。哎，你少打听啊，这是国家机密。都说了吗？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哎呀，这我懂，我这老当兵的了。好了，那是你以前了，谁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叛变呢？这怎么说话？跟你闹着玩呢。哎，对，你干嘛来了？这个路上塌方了，我这车走不了啊。我就寻思，我绕过去，我这。前面有个人影，我就跟上来。我说什么情况？我说来看看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？哦，对，那个学校挺好的，还挺好的。啊，好就行。你看，走吧，啊，走。好，哎。
走啊！你跟这捣什么乱呢？一会儿我们那边还集合汇报呢。走，我现在走。哎，往哪儿走？那边。啊！哎，我这有点转向了，懵了。得了吧，你都老穿山甲了，你还能迷糊？哎，改天我到学校请你喝酒去啊。好嘞。哎，行，赶紧。设备已连接。校主，哎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啊，哎，班长，欧阳俊怎么还没来？欧阳俊，哎呀，掉茅坑里了吧？都半小时了都。联邦，没看到欧阳俊啊？没看见。报告，通讯号手李芒前来报道。李芒，你来干嘛呀？报告班长，刚刚接到连长命令，欧阳俊被调到备份单元，他的位置由我顶替。很高兴能跟各位一起执行这么大的任务。备份单元，没听说过有备份单元啊？对呀，不就咱们吗？有个备份很正常。奇怪了，这个时候换人不换一老兵，又给我来一新兵。报告班长，刚刚结束的全连通讯大比武考核，我考第3名。第1名谁啊？欧阳俊。你跟连长说，把第2名给我叫过来。啊！报告，我就是第2名。我第4名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啊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瞎搞！集合。是。进行发射前准备登车检查。执行项目：冷车启动检查，热车通讯检查，导弹发射前检查。1、2、1，1、2、1。立定，向左转。下面下达最新任务：270旅第100发导弹发射任务，由82车担任备份单元。什么是备份单元？备份单元和主力单元是具有同等甚至可以超越其战斗力的发射班组，在历届的重大演习及发射任务中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备份单元，因为一旦发生任何意外，只有备份单员可以最终完成发射任务。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现在开始检查装备，各号手是否明确检查项目？战阵张友定明白。空军号手苗山中明白。自发空号手欧阳俊明白。号手就位，号手就位。叫板！大家不要受到他们打扰，把每一个技术动作、技术流程都做到极致。咱们是主力车，备份那是说给自己宽心用的，不硬气。这第100枚导弹一定是从咱们928号车主力架发射出去的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号手就位，号手就位。
现在发布战刃连作战1号令。现在发布战刃连作战1号令。各指战员进入预设站位 A1、A2 区域及连指挥部，进入1级战备等级。报告：未来24小时天气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短时阵风6到7级，水温观测正常，山体没有发生继续滑坡。报告：九连环山路仍在抢修当中，预计剩余时间16小时。我们已经派出了工程部队进行协同抢修，预计湿滑道路及砂石陡坡路段占全程路况45%。报告：未来24小时过境北斗卫星全部协同完毕，外方卫星凌空布鲁西斯2次重叠，共5个发射窗口期，时间已汇总计算完毕，最长发射时间15分12秒，最短发射时间4分15秒。好，风水电系统全部运转正常，全库功率使用率为75%，水能、电能储备充足。报告：928号发射车、822号发射车已完成全车级弹体核验，全员待命，随时等待指挥部发射任务及发车指令。阵地周边的安全情况怎么样？报告，军民联防已经启动，周边民兵已经全部进行战备巡逻状态，目前未发现异常状况。好，知道了。旅长同志，战刃连第100发导弹发射任务全连准备完毕，请旅长指示。战刃连连长吕征。这次发射任务是多科目演练，不仅考验你们的实弹发射能力，还考核你们的长途拉动和特警处置能力。但是目前山路阻断，气象不好，卫星凌空，时间密集，窗口极短，你们能克服？报告旅长，战刃连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战刃连没有打不住的导弹，请科长放心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现在对时，现在是上午11点59分。12师长，我们即将传送详细的发射命令，命你们连务必在24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，完成发射，摧毁目标。祝你们成功！真保证完成任务。老吕，这不是咱们的阵地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没错，我知道这儿，334旅以前废弃的1512阵地，咱们营拉练的时候我还到过这儿呢。1512，200公里，这也太远了。行哈，这是让我们进行一次远途的拉练发射，24小时，如果这算上窗口期，正常的速度，明天上午才能到达，再避开窗口，实际上可能就2个窗口期吧。老吕，这沿途的道路受阻，加上卫星凌空的战术伪装，这个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想一想啊，沿途有导调科目吗？就算不增加新的科目，准时到达，就算是成功了。哼，好事儿，好事儿啊！下达发车指令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第100枚弹变成了我和欧阳俊之间的较量。200公里的多科目无辅助单车奔袭发射，没人知道接下来的24小时会发生什么。我只知道，我的名字必须留在旅部那面光荣墙上。我一定是270旅打出第100枚弹的发射号手。
你咋又来了？啊？啥呀？你知道？给我。老赵，我这就是藏点私房钱。我什么都看见了，给我。老赵，咱俩几十年朋友了，我就这一次啊！再说了，那些录的破玩意儿，那网上都有，是不是？你把手机给我，咱们什么事儿还好商量，否则我就豁出这条命去，你也别想把东西带出去。监守自盗、贩卖情报，这是要掉脑袋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把它删了，都删了，行不行啊？老赵，别，老赵，10啊，9啊，这样，咱俩一人一8，行不行？7、6、6、4、5、4，你6， 3，我6万块钱呢。哎，1，老赵，哎。你跟我玩真的是不是？啊！联邦，速度慢点，安全第一。放心吧，班长。这种一马平川的路啊，不抢点时间都对不起这条路。发射车的满载行驶距离就是400公里，一来一回正好。我想这也是吕里选择1-5、1-2阵地的原因。你说的是理论实务下的距离，别忘了，咱们发射完返程的时候，发射车自动减轻，油耗自然就下来了。行了，联邦，啊，最近长脑子了。班长，论计算，270旅他第一；论算计，270旅我第一。距离第一次外方卫星凌空还有1小时零15分钟，过境时间9分钟，我们必须留出15分钟的时间做伪装。没问题。汪洋俊，你干什么呢？上级信息到了？没有，我在计算油耗。沿途有山路，上坡下坡都很多，必须计算着开。如果大家一上来就这么快，油耗可能不够用。放心吧，杨军，我对这车的了解，比队友自己都懂。跟紧就好，我已经算过了，我们要抢的是5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只要有3次机会超过1号车，就有机会提前到达15、12阵地。我们的保障车和救援车跟得很紧，他们不会发现。希望用不上。大家看到了吧？
明天，战刃连的车要在这个地方打出270旅第100枚导弹，100发100中。100发100中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。人家发射，我们清场。哎呀，一阵小风刮得我心里这个烦啊！1512阵地不是我们连的福地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这次的发射机会，战刃连是怎么拿到的？我们心里有气，有怨气，不服气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完成旅里交给我们的发射场地保障任务。有几个检查要素，大家心里要明确了：一，场地平整；二，通讯保障；三，周边安全；四，好好学习。我们要好好的看一看，这战刃连第100枚导弹是怎么打出去的。好的地方呢，我们学习；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引以为戒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等我们发射的时候，在这儿给我们做保障的是战刃连。大家清楚了吗？清楚。好，一队负责警戒，2队场地勘察，解散。向右转，跑步走。哎，班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没事吧？带我找一班长，快！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啊，你当心点，当心点。没事，没事，走，快走。啊！爸，你怎么回事？别吵了，吓着孩子。一班长，蜗牛村的薛明奇搞鉴定活动，赶快去报告。薛明奇老薛，你认识他？军民联防演习的时候见过。对，就是他。他用手机拍照，那时候山上手机没信号，我估计他发不出去，我就怕附近有人接应。趁这时候演习刚开始，得赶紧去报告。行，那我去报告。我叫吕布派台救护车过来。哎，梁诺，你跟小璇赶快带老赵去卫生室。行啊，你小心点啊。喂，是，马上出发。怎么了？有个老乡受伤了，在连部，我得赶过去一趟。
那你小心啊。老李，第一次卫星凌空的时间到了。还有3分钟，卫星即将到达凌空，准备停车。2分钟就够。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，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，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